什么是灵甲军啊？灵域下属的机动部队。那跟镇魂将有什么区别？镇魂街千千万万，每条街都有一个镇魂将，有的还没有，他们只管自己的街。镇魂将跟灵域是委托关系，所以灵域没有办法调动镇魂将。灵甲军是灵域下属的一支军队，长官多数是祭灵人，士兵都由灵人构成。那没有镇魂将的镇魂街，岂不是没人管吗？没人管未必不好，有人管代表需要管。有些街几百年都很祥和，没有一人作乱，那还需要镇魂将干什么？所以需要镇魂将的地方，通常是多事之地。我看你那个罗刹街，就很吓人，有点像拍鬼片的影视城。你看人家雨林街，一片祥和。那是因为北落师门比鬼还可怕。我不信，还有镇魂将比你更残暴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我的打架的样子。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。都说了不知道。你看，走这里。这个女孩呢？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可我明明听说他们来过这个酒馆。我知道，前罗刹街镇魂将，灵域的通缉犯曹彦斌。他在哪儿？你跟我来，我指给你路。这儿不像有人在住啊，你确定找对了吗？没错，就是。可是根本就不像医馆啊。不像医馆就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搞什么鬼呢？不是我在搞鬼，是包打听心里有鬼。至于他心里有什么鬼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走吧。你好，请问您是不是这儿的大夫？虽然不清楚现在什么状况，不过先把你打趴下，再慢慢的审问。是你？我说过，
你会后悔没有杀了我。蠢妞，哎呀，我不是人你去追，他我来对付。我追，他牙那么长。你不是有男人吗？对啊，快去。去了。站住！等一下。等一下。李轩辕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。兵不厌诈，废什么话？忘了告诉你了，你扔出的长枪上有毒。卑鄙！兵不厌诈，废什么话？哼！李轩辕，李轩辕，主人，没事，我并没有感觉到杀意。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我？仅仅为了赏金？果然，纪灵人的世界也是不公平的。你说什么？有的人守护灵天生就是许褚这样的虎将，而有的人费尽周章，也只能得到张绣。只是武侯张绣啊！灵不如人，无话可说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上一次我应该杀了你，好在这一次也不晚。侯爷，侯爷。纪灵人和守护灵是共生共灭。纪灵人要是没有了守护灵，在满是异人的领域将寸步难行；而守护灵没有了纪灵人，会失去理智，变成野兽。纪灵人是守护灵心灵的一部分，而守护灵是纪灵人身体的一部分。纪灵人跟自己的守护灵，灵魂跟肉体，早已互相渗透。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。你不把自己的守护灵当成伙伴，而是工具，就算再强的守护灵也是无济于事。更何况你的守护灵到底哪里弱？破枪将军宣武侯张绣是我魏将，你若不要，就把他还给我。侯爷，回来养伤吧。等一下，这是解药。你能帮我找回我的枪吗？被你扔出去的。好，
我答应你，一会儿回来。男人一诺千金，我为什么要答应他？主公，没想到他的守护灵竟是宣武侯张绣。你之前跟他对打的时候没有发现吗？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，宣武侯被称为枪神，是赵子龙的师兄，典韦兄弟就死在他手上。唉，这个老祖宗睡了人家婶婶，害得恶来抵了命。小玲，曹彦兵，姑娘，是不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？不是我害的你。我问你是不是他？什么东西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一会儿没看着你，你就滥杀无辜，你个暴力狂！妇人之仁，当断不断，婆婆妈妈的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就这么变成一座坟头，你还真行，管杀，管埋。我说过，灵人异化，镇魂将可以自残。那我也说过，你已经不是镇魂将了。我对他并没有下杀手。我不信。灵人异化即失去为人资格，不止镇魂将，人人可以灭杀。一人强大，所以需要更强大的镇魂将来镇压。但他刚刚突然异化，对我展开攻击，我是被迫自卫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刚才死掉的应该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怪兽。确实很奇怪，他刚刚短暂异化又恢复原样，基因突变又恢复的可逆性很低。哎，你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追出去以后就晕倒在这儿。不要岔开话题。不，哎，那你的伤口是怎么好的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白师妈，白师妈。所以你只记得这些零碎的片段，细节都不记得了吗？就是我当时正在追他，突然一杆长枪轰我，是他，就是他！哎呀，不过好奇怪啊，这杆枪为什么会飞到那儿，又突然飞回来了？好，细节不重要，把信给我。
张纸居然烧不着。这张纸吸水能力好强啊！重量毫无变化。不知道防不防侧漏？难道普通血没用？需要特殊的血？什么血都没用，看来我是没招了。不过我想，那个人应该会知道，谁？叫我们来这里的人。掌柜，常坐在那张桌子的客人今天没来吗？哦，小包啊，不巧的很，他回家了。方便告诉我他住哪儿吗？我急事要找他打听。在青玉街巷口。谢掌柜。果然有鬼！哎，在这儿等我。我看着你点儿，省你滥杀无辜。喂，衣服太厚了。我让你乖乖在这儿等着。哎，叫你在这里等着，省得老碍事。说好的伙伴呢？怎么说？吴尚果出现在即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我听说那小孩终于还是没忍住，他怎么样了？还是一言不发。我当时看他的眼神，就知道他不是诚心归顺。早说了要斩草除根的。他是生是死，已无关大局，只是念在也算立有大功，就饶他一命。我会亲自动手，让他全都说出来。哼，我有耳闻你的手段，在你面前不会有谎话，也不会有活口。泰威呢？不是说好一天都在这儿等消息吗？我去找找他。这里便是雨林街通往人界的门，出去以后就会回到人界。我告诉你的，你都记住了吗？刚者四正，四方正中。龙斗，你挑中的这些年轻人，究竟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开始变得好奇了呀。吴尚果就快要出现了。是啊，等到吴尚果出现，水儿他们的病就有救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5年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夺走吴尚果。吴尚果结束当晚，我会调派灵甲军过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你是在担心天罡龙起降？菩提树的起名本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，可前些时间灵怀被毁，12灵树进入了一段新的起名周期，诸方势力一定会多加打探。可灵玉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呢。灵人异化，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。灵玉设立镇魂阶，就是为了将灵人驱赶到一起，方便他们自生自灭。12灵树稳定空间，毁坏1、2棵倒无大碍，若毁的多了，
空间动乱，镇魂界和人界就会生灵涂炭。我只关心无上果，要取无上果，就要守住菩提树。天罡龙骑将来夺无上果，断不会伤害菩提树。可眼下却有一个会破坏菩提树的人在。你是说曹彦兵？我本来一直觉得曹家世代镇守灵怀，断无摧毁灵怀的道理。不过，你和他打过交道，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妄人，所以此人不得不防。我和他交过手，我有自信可以胜过他。我之前听说，曹彦兵的守护灵在他很小的时候战死了，他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便镇守住罗刹街。可是现在，我又听说，他有了新的守护灵，是魏武的虎痴。许褚，像这样的虎将，要是成为守护灵的话，应该会是焦热级别。我的守护灵石灵明，原本也是焦热级别的。雨林街有人看到曹彦兵的位置。既然这样，也省得防了。我们去找他。嗯。再进一次。3、2、1，开始！你对我为什么那么执着？仅仅为了什么？哎，漂亮！好，使劲吃！别打！我们下场的。这样好。身为我们两个都那么专业跟敬业的人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对，谁让我们这么专业？来，准备，来摆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后面来，准备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来，准备，走。是我这种温柔，走。你们逼我。开始。好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其实也蛮害羞的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的沦为，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真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背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。已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